制作单位，你们真的太狠心了。魔王就是魔王，上进如流。你把气吸上来以后，开始唱歌的时候，你的声音全部都在前面。你一直想要去发挥战音那些，你都发挥不起来了。让人舍不得把眼光从你的身上移开。老热打落去，跳下來，係各位同學，嗰度同啲叫我睇下好啊，羅時鳳啊，睇個好啊，睇個聽先。係啊，前幾禮拜啊，那個呢就參賽朋友哈參加嘅 PK 賽啦，哈，PK 淘汰賽，係啊已經存下來，哈一對朋友哈，算是你也一強，啊，甲存對一條安慰創嘅安樣呢咯。係啊，對，向下比啊，行去衝下皮哦。係啊，所以按今日嘅單元都魔王踢館賽。那個人都魔王，你們，哎呀，魔王不外乎，魔王就是很恐怖的人啊，哎呀，哦，啊，就除了他以外啊，他看起來就很恐怖啊，因為實力相當哎，對，剛剛介紹人評審緊張的，呀，大樹緊張，起四個緊張，起四個緊張，六個緊張。先生，介紹對安排大家先輕鬆一下，安尼看一下那個呢獎金挑戰賽吼。哦，今日還有牛來。等下再來看超級的比賽。哎呦，今日來亮的哦。亮喲，亮個些阿妹，等等一下。哎呀，無空要表現，來看一下。哎，哇，喊等一下，哦，哎呀，哎，奇怪呢，好可愛喲！啊，你們好，你們好，啊，嗨，有麥克風跟大家問好一下。哎呀，哎呀，先得大家問好啊。大家好。你們是客家人嗎？不是。不是。不是，還是一半一半？不是。也不是。那你們是什麼人？外星人。什麼人？阿美族。阿美族人。阿美族。你們兩個是阿美族人，看不出來。那你們怎麼會？很漂亮。看阿美族的都特別漂亮哦。很漂亮。哎呀，其他族的都不漂亮嗎？其他族的也很漂亮。很漂亮。不要陷害我。哎呀，哎，那你們阿美族為什麼會講客家話？學啊？沒有，他們只有學到自我介紹那邊而已。哦，其他就沒有學到。對，其他還沒有學到。那歌曲呢？歌曲也是學的，老師教的。對。哪一個老師？劉秀鳳老師。老師今天有來啊？有。哦，來，老師，你好。
大家好。哎呦，老师好。有秀凤紧张，一边说哈，秀凤老师哈，真的是带了很多他的得意门生，东岸奶奶闹呀打擂台的参加比赛，成就了我们闹热打擂台，真的谢谢你，是梦感谢感谢，本学生嘅机会来练习。莫哈希莫哈希。所以有人也就会一种繁衍一种信念吼，啊搞一条新颖的朋友，安尼客家文化上做来安尼传承下去啊，所以人家就较美态。来尽量去做。真的，感恩做，快乐做。啊，安子生，多谢多谢哈，谢谢啊。好，谢谢，谢谢多谢哈。哎呀，安妮，今天2位哈，你们刚刚带来这么好听的歌，还有什么加分题吗？阿美族的舞蹈。阿美族的舞蹈是丰年祭的时候跳的那个吗？真的啊？哦，来看一下，第安节目。特别谈到客家歌的听听哈，对，董少看到跳阿美族的舞蹈，来可以啊可以啊。哎，你看阿美族的小朋友哦，这天生就有这个韵律感，奇怪。对，还有那个冲狗的歌唱细胞，声音也非常的好。现在就要来看你们2个的分数哈，看有没有过关。过关有3万块的奖金。跟我没关系哦。我听你，我听你，我听你，我帮你付1000块。韩币。哦，有3000元的奖金啊！啊，来。来看一下印度他的分数。哇，96分呢！哎，96分呢！哇，恭喜你拿到这个3000块奖金哈！来，恭喜你们呢！欢迎你们下次再来玩，好不好？啊，那我们接下来要流行组的歌唱比赛，对，魔王 PK 赛。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好不好？哦，很好看哦。好，来看比赛。参赛者2一组，出枪献出一位魔王的 PK。3赛当中分数最大的也系魔，他都88分给你强势淘汰。黑讲抢分，就由评审先生开始给你看慢一呀。好，按照分享第1组的舞台动作。蔡子，易云，双5号。哈，双5，用以后哈，好。第安尼比赛规则啦哈，今日要出魔王，这村也就向他 PK， 吼，啊，一个是讲魔过88分就自动被淘汰，啊，但是3位呢，魔王向要有分数哦，哦，今日分数要评出来。哈，都有可能魔王会。有当然讲哦。有常时，你像送你几个参赛2位参赛朋友，创到唔会输魔王啊。好，创到魔王几都可以哦。魔王被淘汰啊。哎呦。哈，哎呀。是可能是可以，不，今边也魔王，加是几首什么？一开始讲3位的分数有超过88分，但是清大分的各位我被淘汰。哦。所以加油哦。好嘞，啊，像彩珠姐姐的出一位来哈。这个没有那么恐怖了，不用这样子。哎呀，这个就抽出来就大家看，哦，真的很恐怖哦。鬼才音乐人。
哎，一哥吗？是长得很像一哥吗？啊，你们说的公号吧？原谅我不安定的灵魂，我不能坚持追求爱情的滋润。鬼才，你刚刚应该很累哈。哎，蛮累的。到底有多鬼呢？有多才呢？先一鸣出商一下好不好？一鸣惊人。法术好，法术好。哎呦，谢宇会来了吗？不会吧？有一点点，有一些些腔。嘿。可是感觉这个应该是年轻人呐，比谢宇威老师还年轻，啊？他的弟子吗？他的弟子，他好像没说弟子哦。好，俺来看一下鬼才音乐人到底是谁？来，开门。哇，鬼才音乐人博洋、陈碧仪，各位参赛者，你们有信心可以过我这一关吗？等你们听到我的歌声，还有我的技巧，准备受死吧！那今天是比较残酷一点哦，哈。对对对。哎呀，你虽然是魔王，但是分数会周算哦。好，分数周算。有信心吗？有啦，因为刚才拍那个影片的时候，我就这样子。对。哦，要把自己杀掉。你有听过他们两位唱歌吗？没有哎。哦，所以我要跟他们 PK。不然你以为你跟我 PK 啊？哦，没有，你以为要跟小康老师 PK 啊？没有我小康老师，你以为你要跟叶嘉修老师 PK 啊？法术啊，来法术啊，法术啊，法术。你是鬼音乐人，不是鬼才音乐人。那我觉得有点紧张哎。就是要让你紧张啊，要不然闹热打擂台挑剩下来的精英。剩下？那你们紧张吗？我们精挑细选。精挑细选，其他还在败不复活。紧张哎，因为那他说不紧张，他说他们不紧张，因为他刚听你唱歌，他就不准了。好，我等下会尽量认真，我等下会认真。对。你不是带来那一首华叔哈？不是。哦，那还好。那超猛哎！我要唱这是我今年出了新专辑的歌啊，主打歌叫做《爱爸讲回六爱没讲吸烟》啊，是我自己的创作歌曲。这首歌它就是汇流跟吸烟的一个 mix 了。那你要小心唱哦，有一个人的耳朵对这个双腔很厉害哦。评审老师吗？对，那个闯荡40年了。好，哪位应征冲？阿 P 云的，韩基的蔡子在这。我唱海流歌，海流腔的歌，北部音北部亲。你这有啲人节目弹过一条歌嘅，来弹嘅3条好弹嘅歌曲来。七彩白布街头，看人来人往街人头，一时之间就街头，千万街乡声。村人小小街中头，少少街人口，家庭生活团体太岁让。爱莫过分点燃之，也莫打扮穷富丽，自自然然，罗生罗生，爱莫欺骗人哦，脱离爱情的哟，人前人。
转变去，摇篮摇椅白不尽，共同他边凑大运，一生一生一生白不用爱的。加甜心加安有头，用爱安上你，讲世看天天发地意，加小心用爱安勇气，一团情随体骨度量。 用气，思中的航空公司的名誉，很记得青春的什么，很记得。 悠悠呀呀，穷哈是边给哈住，很记得后生的朋友，很记得讲起未来看到希望的付出。 爱会消灭满意，安久好梦，很记得，很记得。魔王到底先慢眼袋。抢快门 ，Open Door。你不是来比赛的，你们来表演的嘛？来乱的。对，来乱的。那他们还要看分数吗？讲讲讲讲 ，Life so beautiful。讲讲讲讲 ，Life so beautiful。 是宝芒，是宝芒，是梦意，是梦意，大家好，大家好，涨来了，涨来了，做乜解，做乜解，起咪在，起咪在，起些神，起些雪，水木咧。 誰木呢？捱起客家人，相愛學客吧，唔過唔過。捱吧講對了，捱沒講是煙，是寶芒，是寶芒，愛用半記的。捱吧講對了，捱沒講是煙，大家好，大家好。
做乜解？做乜解？彼咪在，彼咪在，彼些事，彼些事，水木咧，水木咧，愛係客家人，相愛學吧，唔過。是帮忙爱用办基地，爱把工会了，爱没公司人，大家好，大家好，爱用办基地，爱爱认真，学吧，希望做地，教爱妹儿。愛美公司人，愛美公司人，愛把公去了，愛把公去了，愛美公司人，愛係客家人，相愛學吧，唔過唔過，愛把公去了，愛美公司人，是幫忙是幫忙，愛用辦基地。真學吧，希望做地，教大家講。哇哦！你好！哇，真的音乐人就音乐人哈。你把我们这边当作是体育场是不是？体育场当然要讲。真白话，系会用的卜白话。佢唱到安尼 rock 嘅歌，佢一聽到呢。rock 嘅歌。各位哈，就是觉得很开心有这个舞台啊，我会觉得就是其实自己創作，然後沒有想到。跟老師的合奏哇，我覺得還蠻好玩的。哎呀，開玩笑。不過唱那條歌呀，真的哎，學客家話，就是唱那條歌哎。好酷哦！那我的堅持主要就是詞曲都是自己寫的。是你好好介紹一下。就是這個我先希望這張專輯愛把共回六，愛沒共吸煙。那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學客發啦。學客發，哎呀，魔王很恐怖，對不對？很棒，很棒，很棒啊！你唱到那个彩枝姐姐有没有都在台下一直搖头，一直摇头了？为什么？吃摇头丸？音不准啊！因为他会说笑我音不准，都在里面充满个东西。好，来，先谈一下哦，叶教授、叶老師，今天很凑巧哈，是3首歌里面的第1首也是河流，然後第2首是時間，對不對？哈，然後。愛爸沒講河流，愛妹沒講時間，愛妹沒講時間，所以我經常很困擾。所以那條歌真拿來唱啊！那條歌做唱啊，我覺得還是剛講真的是很有創意，因為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就河流跟時間混在一起唱的歌。大部分我們在寫歌的時候用時間的機會會比較多一點，因為旋律比較豐富嘛，對不對？哈，那我們先講彩枝姐姐哈，我是覺得你在唱的時候啊，講法嘅方式還冇用到真自然，仲嘅自然啊，嘅你曉得用愛用嘅講法嘅方式㗎，就重過先念一遍，就可以多念幾次，然後讓他用這種方式，像後來我們的魔王啊。他在表達的方式就很自然，就愛把講河流，然後愛沒講時間，像這樣的感覺，再多一點點的話，你以後會表現得更好。搖籃搖一百不停，空空大表臭大人，搖籃搖一百不停，天燈沙皮轉變天。那麼第2位哈，就是佩雲妹妹哈，佩雲
那个这位老师跟应该所有的老师都赞同一件事情，你的技巧真的很好，可是有一点很奇怪，就是你把气一吸上来以后，开始唱歌的时候，你的声音全部都在前面，就是说在嘴巴的这个前面，然后用鼻子用的很多。比方说喊记得你的喊，你就会进来，可是一到喊记得的时候，你就喊记得就在前面了，那么听起来声音就很尖很刺耳。啊，还有呼吸的时候呢，觉得你一口气吸下来的时候，就觉得胸部就挺起来了，那风发是不对的。你有这么好的技术的话，你最好是用你的腹部共鸣，就是用腹部去呼吸。尽量唱歌的时候呢，吸一口气的时候是腹部挺出来，而不是胸部整个胀起来的那你的声音就可以唱的以后更有力。然后也许因为这样子，你可以充分除非把字咬到前面来了。如果你是喊记得像这样的话，如果是罗哥唱，一定不是这样唱，我是希望你再加油哈。我的感觉是觉得，大家都不错，很好，有这个机会，两位小朋友，包括对我来讲都还是小朋友嘛，然后小朋友应该好好的跟像这样的音乐人学，真的，可是他是全心全力在投入，你看他在唱歌啊，要表达跟放声啊，就是你看海六街。任何人在写歌的时候，我常常会有这种困扰，可他就会把它表达出来，就让大家知道说，客家话里面有不同的讲法，但是这不同讲法里面，这是里面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我认为说，唱歌跟讲话一样，因为他真的把他的旋律跟那个歌词全部混合在一起，而且把腔调加在一起所以你们在这方面要多加努力。那佩云呢，你就找共鸣练好，以后记得你唱歌的时候。嘴巴张大一点，把字咬到里面去。好，加油！谢谢安子谢。谢谢。安子这讲讲看粉书好吗？好。看魔王加我们这两个各自的粉书伊就分来。先看菜子的粉书。86分。安尼蘑菇嘅标准分数呢？唔怕。喊100再过来，喊100再过来，喊100再过来，还蛮乐观的。反正要在舞台研究啲来看一下，安尼佩云最拿到一个分来。佩云的分数。91分，91分，恭喜佩云！哎呀，厉害呀！所以佩云保住位置了哈。91分是我们的满分。我想尿急了。尿急了，你想看你的分数吗？你想看吗？你有这样被评过吗？有吗？没有没有啊。但我觉得就勇敢一点好了。对，我也想看。什么事情都有第一次嘛，对吗？对对对。哎呀，第一次一定就会稍微比较紧张一点，好吧？好，看一下，好，看你拿对多分。V2的分数。来。谢谢。哇，98分啊！这已经接近满分了呢。你们大家都充满了相当多的爱。对，没有。不过我可以讲一点嘛，其实伟如，你今天当魔王真的当得非常到底。然后，因为我头一次看你表演的东西是这么的 open， 对，因为对我的印象，对我的印象来讲，他是一个很害羞的。就是因为我觉得要。对，你就应该是准备要口血那种感觉。可是我觉得，我觉得你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如果我们彩芝姐看到，就是即使你是一个害羞的人，可是面对自己的歌，你在面对唱歌的时候，这件事情是不惧怕的。好，这是让我给他们的一些鼓励啦，给他们的一些看到的东西。谢谢。我觉得伟如今天又让我看到这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伟如，真的很赞。真的好棒！希望有机会常来我们节目表演好听的歌。那个参赛者也加油，对啊，希望你们的之后顺利。对，之后顺利。不是，我刚刚怎么讲？这个已经讲不出话了。也可以啊，反正就是啊，之后要
我们面对后面比赛还面对很长一段路哎，大家顺利啊，对不对？要给你们打气，大家多多支持啊，那伟仪哈，还伟如，爱把贡吸烟，爱把贡怀留，爱没贡吸烟，大家多支持。对呀，好，谢谢3位，好不好？谢谢，好。今次挑战失败，先生本来嘅建议，也会好好改进，下一摆转到两只舞台嘅世界，大家会看到无穷样嘅五彩子。下一组黑曼人呢？安尼有请罗碧珍、陈东两人的舞台当中来。2位主持人好，两位主持人好，来抽一个，来抽，哎，抽奖。好来，本个奖头看一下。来，艾克摩勒，艾勒克摩，艾摩勒克，艾克勒摩。哦，艾克勒摩是什么东西？一听应该是个团体，对吗？对啊，可是我们今天有没有人的名字会叫这个爱新觉罗，我知道。艾克勒摩，这个怪怪的呀，应该是一个团体啊。所以会有很多人出来找他们2个单挑。有可能啊。好，来，请出声一下魔王。比个东啊西啊，比个天地，比个安求到两米的爱眼的。听起来很清新呢。好期待哦。哎呀，来看一下魔王到底黑曼人来。将开门 ，Open door。你係 eye color， 叫伊手到你 eye color， 底下做得下强壮的，冇按紧张，因为你想要让么？冇可能，不可能，你係 eye color。有没有客家人吗？嘿，我係客家人，係。啊，我不是，你不是？我係大勇。他的名字了。大勇。戴勇。所以你们2个组成一个团体，是不是？对，就是爱克勒，爱客家很快乐。最近出新专辑。是。刚刚伟如一样。海军姐讲，对。我现在看到他的经历了，电脑跑出来了，入围第25届金曲奖最佳客以及最佳客家歌手。入围啊？有没有得奖？得奖目前以下空白。还没啦，今年对，今年会有可能会。空白。所以这整张专辑里面的歌全部人家这样做的。系啊，我自己做的。自己写。哦，真的，我们安尼客家嘅就是呢后生的创作朋友哦，讲这像个草都个当哦，那个是算里面我们的前辈啦。你讲到用来神作当红嘞。神作当红拍个掰啊，哎呀，这怎么？对啊，真的，你们新一代的这一些年轻创作者真的好棒哦。那个整个音乐性，我们这听起来都好舒服。尤其我最那个应该也都很棒嘛，哈。对呀。所以你们的还没听到，也不知道好。今天带来杜峰的歌嘛？我带来这个酱，好，那你今天要跟他们一起 PK 呢？对，有看过吗？好啊，OK 吗？交个朋友啦，可以了。可是你们真的很不公平，你们2个人，对不对？这没办法，我们对一个分不开的团体，对啊，好不好？栋梁。你今天要带来马改狗，阿婆的摇椅是栋梁，你不要嘴唇颤抖，你怕是？栋梁也是很有经验的。那个碧珍姐，艺术情歌，唱跳情歌来伴一堂。没亚数，没有。我用大白兔唔唱。係大白兔唔唱。兩位帶來講。嘿，講。好，安尼彈起3位帶來精彩嘅歌曲來彈過來。情歌啊，相喜爱的郎啊，故意给
情爱的过客甲结束，看风华漫天碧涌，给花盘天爱你呀呀，风烟从的心度夜光，将伊浅浅笑容，小暖爱细细，好细细的希望。思念阵阵又嘎嘎，又是恋爱袂诉说。将阿婆的又甜的又爽又哈哈哈，又啊又到阿婆的呼卡，又啊又到又痛发酸。想会使在日头有了汽车看看风景的行 On my way On my way 出发嘞出发嘞带到高桥塘塘今日里场随时走得翕相纪念 On my way On my way Let's ride 行景然嘞就动发感就该能风给，敢么去变后是诺天地，后把三当爱港口张摇的，讲讲讲讲 ，That's so beautiful， 讲讲讲讲 ，That's so beautiful， 山沟六天鸟语发响，青秋快，无手里东龙线，讲讲讲讲。That's so beautiful， 讲讲讲讲 ，That's so beautiful， 讲讲跟从飘，天天路情感送，慢慢的下路，带到高桥塘其实里场，随时走，得翕相纪念 On my way，On my way，Let's ride 行景然嘞，行景然嘞，该就动发感就该念风给，敢么去变后是诺天地，后把三当爱当我发张跳的，讲讲讲讲 ，That's so beautiful， 讲讲讲讲 ，That's so beautiful， 山沟六天鸟语发响，青松快，我手里东落线，讲讲讲讲 ，That's so beautiful， 讲讲讲讲 ，That's so beautiful， 讲讲感受变，天天路情感送，慢慢的下路。
讲讲讲 ，That's so beautiful， 讲讲讲讲 ，That's so beautiful， 三个6天让你发向轻松快，莫小你东路线，讲讲讲讲 ，That's so beautiful， 讲讲讲讲 ，That's so beautiful， 讲讲给手边，天天我轻感受，慢慢的下温度。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音乐飨宴哈！哎呀，棒哦！你们不是来比赛的，你们来表演的嘛？来乱的，来乱的。那他们还要看分数吗？啊？刚刚的魏如，你看98分了。哦，对啊，不是拜服呢。够呢，都够。没有，他们有可能89啊。这样啦，你不要跟他们两个比啊，你等一下跟魏如比。你故意的呢？看你们的分数多少，好不好？我们还要做朋友的，哦，交个朋友，交我朋友。对，他们3个唱完啊，唱心上的公平啊。这位老师，我很沉醉在刚刚董后堂的歌曲，不管係愛卡的也係 Pigeon 也係東良哈。唔講我講句發，制作單位你們真的太狠心了，我覺得在。一開始沒多久，就讓他們感受這個震撼教育哦。我喺沉水站，我真見會漏尿。不是因為真的太可怕。你是有這個症狀？不是，我是在說葉老師。哎，你有麥克風的。好，我喺成功愛卡的哦，謝謝你初中羅太狗講的本來你董後音樂饗宴哈。而且我覺得我們看到那個客家有團體的出現，然後戴陽不是客家人，你不是客家人嗎？我不是，他完全不是客家人。然後你會多少種樂器啊？35種。沒有。鋼琴會嗎？這位老師講的我都可以去練。哎呦，哇！真嘅，我知道唔係客家嘅朋友，表演客家音樂做按度嘅表現也好，親理也好，不過你看佢唱也係佢同阿 Kim 唱下吼，阿 Kim 唔是講誒，我啲金曲獎嘅入圍名單看到他的時候，其實我很開心，將兩種性還沒談過誒，不過今邊我喺替拜現場看到同小康老師嘅合作吼，小康老師。你幫這首歌加很多分呢，對，謝謝這位，我是認真的，對，所以因為是他嘛，這首歌幫他寫的，哎呀，哇，以後老師你出場就有這鏘鏘鏘鏘，哎呦，有出場樂嘞，對不對？那阿 Kim 這樣講，跟老師合作很棒，對不對？係啊，我覺得第一次也是這樣的合作，我覺得蠻好的。然後我知道底下我冇法講，因為。創作也好，這個很國際化的，把客家歌帶上國際化的感覺，我真的覺得很棒。裡面還有英文啊，然後其實它很容易懂，然後再加上一些詞句是我們平常就可以學的。我覺得我沒有話說，我就是覺得你們很棒，謝謝你們來給他們很棒的震撼教育。好，接下來就要講很殘忍的了啊！好，我要先說 Pigeon 你好，我每次看到他我都覺得菲菲姐你好，菲菲姐。我要唱了。沒有。首先我先說，我謝謝你為節目做董後的準備。你看服裝，這總決賽才有的服裝了哈。然後我知道今邊你唱那首歌曲，當適合你，因為我看到董唱我到夜上海，到很高級的夜總會看表演的感覺，然後一個非常優雅的歌者在台上表演，然後又有一點異國風情的味道，包括你的通奏，仲有你嘅梅音做得冇好，可能希望順，你往些位也冇自己要專去練一下吼。葉老師沒有講，之後你有請老師教你冇？你往些個位也係往些個方式去改一下，你唱歌嘅個音來唱長嘅時間，你後背記冇辦法接上來嘅時間，出發跌退嘅。當訴情歌傳情，從已經愛愛你。
还有侬跳前吼，马萨强强批允哈，就是你们唱歌都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很多鼻腔共鸣都在这边，而且你更严重，你声音都包在这里了。其实你吃的用嘴巴开来唱，因为那首歌里面空因为它是发一的音，真的比较不好发。爱你，你爱你就变这样子了，就不对了。然后你整首鼻音听起来会非常的腻。就是听起来也没有感情，然后就一直听到你在发鼻音，然后你回去试着把嘴巴张开来唱，然后发声的位置从喉音也好、胸腔也好往上提，爱你是不一样的，好，苏迪亚找冯希望改一下，好，谢谢。东良还有问题了哈，虽然讲经过1个礼拜，不过我们所有的老师都非常肯定你，虽然只经过1个礼拜，因为你也不是客家人，但是你转头看看戴阳。对他也不是客家人哦，哈，但是你挑这首歌，我其实可以感觉到，我觉得你可能想说这个字是可以重复的，你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负担，但是你的这有一个危险度，摇啊摇，游啊游，没游啊游，游啊游是游啊游，是游泳的游了，你是唱摇啊摇才对，游啊游。游啊游，游到那很多上个礼拜老师告诉你，课语有很多的入声字，所谓的入声字就是短促音，你要去学那个短促音，好不好？然后尽量还是建议你先念多几次，然后清唱录起来，然后再配上音乐。不好意思，因为你真的不是客家，我们但是你又是我们很喜欢的选手，我们希望你可以往前走。为什么？因为我也没有写下你任何缺点，你的声音这么好，我觉得在客家的歌手里面很少见之外，不要因为你的咬字而影响到我们听客家歌的那个感受，跟你投入的感情，这个很重要。我的意思说，那既然你站上这个舞台，我们就必须要对你做很多的要求，因为我们希望你可以继续往前，好不好？今天只有这个地方就是咬字，我还是希望你的咬字可以再精准一点，其他我觉得你没有问题，好不好？沈蒙泰嘎表现，沈蒙泰嘎。哦，安子生，这个残酷的时候还是要到来哈。对啊，所以讲那么多，最重要就要看分数，好吧？哎呀，来看一下，来。罗贝真的分数。兔兔的歌管，哎呀，为什么？一难讲，看一下东良的，好吧？陈东良的分数。哦，93分呢，这个分数很高，搞不好会不会搞不好比蒋还应该不？你们不是跟他比，跟伟如比。来看一下，看给爱新觉罗，没有，艾克尔，艾克月魔，啊，艾克勒魔，艾卡了，来快给他粉丝吧。清新女生，我们魔王，可不可以发声一下？有童话，有童话。有懂甜那个声音，嘿呀。真的哎。听到这个声音会怕吗？会啊。跟鬼卢比，来看一下，看给爱新觉罗，没有，艾克尔，艾克月魔，啊，艾克勒魔，艾卡了，来快给他粉丝来。输2分，输2分，我们输2分。我
们被围淘汰。没有啦，因为是那个，因为他还有多讲一个希这样子，你都把这个带来了，还把这个东西都带来了，还输2分。家伙那么多，还输他。对呀。我相信你们成功哦，指日可待。是。哎呀，加油加油加油！哎呀，恭喜栋梁哦，过关了哈。拍摄哦。喊100有几位找来哟？好，谢谢。好嘛，啊，有自知之明啊。不会啦，冤机无好难出到去啦，是嘛？哦，哎呀，谢谢3位，谢谢。今日老魔王 PK 我输退的，我当感谢亚洲节目的评审欣赏，让我讲按到美中不足的地方，而改进的地方和的程度，我要加油诶，韩子生。好的，亚洲分享李金云。李成仪，对，李成仪，用力主持人好，好，哎呀，用力好，哎呦，用力是安袂冲，你万一拄到魔王，无万一佢两个分数比起来，万一较大，这边淘汰讲真的没打上，除非演恐分，嘿嘿，所以人家家带下有出家妹嘛哦，哎呀，出多的嘛，啊，那种命运咯，哎呀。按后半还有差不多10个 V 的魔王。哪个啊？20 V。那是恨除豆暗斗那 V 魔王来，个 CV 要算魔王啊，等讲哦。哦，好的，来，海军来看一下。清新女生。那你只得弹一下，我们魔王，各位发声一下。有童话，有童话，意外飘来喜呀，把树下流的凉沙给有听意，敢喊记得。懂甜那个声音，哎呀。真的哎。哎呀，甜度跟我差不多哎。听到这个声音会怕吗？会啊。会吗？哦，哎呀，来看一下。看一下魔王多带黑满你来，请开门！哇，欢迎肖佩如 ，Hello， 碧莹，各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各位参赛者，我又来了哦。不過傳統組嘅朋友唔是驚哦，因為我亞帶係來參加流行組嘅大魔王。他應該跟你很熟。跟我很熟，应该有长时间的相处，对不对？对不对？阿哈卡天师队20冠的得主。对，从他还很小的时候你就看到他长大到现在。是，那时候的参加时间多少岁？17岁。17岁啊！17岁，现在已经为人母了，你知道？真的吗？真的啊！真的。有呀。做得讲了哈。做得讲，哎呀。他们关于为人母董某涵呢，他到处去做活动。然后被邀请到内地去表演什么的。哦嘿。内地有一个称号叫什么？客家小天后。客家小天后。对呀，我对佩如有一摆印象较深啦。原来都有跟他合作，有跟他创过，在一个很大很大的舞台。而且那个表演也是他毕生难忘的一个表演。真的哦。唱得很好。那个还两岸一直播的呢。啊，我没有跟董董你呢。哦，对呀，两岸直播的一个大节目。叫客家之夜嘛，哈。哇。哎呀，我们唐亚跟两个一定懂。我地方跟我合创的那个，在呀甜甜的安普头。哦。哎呀。爱结穷是门，做嘛该爱相爱？在呀甜甜的安普头。哦。翻呀什么？某个什么人眼望，谁来唱的？唱。忘记。这样佩如这效果还是怎么样？紧张了，而且太高了，那个很高。真给懂紧张。太高了。那你当场笑出来吗？还是就故作镇静？我假装没事。那他应该一直笑吧？是。他很不给人家面子的。你高级真给有大将之风，就是笑着对观众，然后他有常常把这一个笑话。哭着对观众。对啊，也是。好了，我们改天再聊哈。对。心宇今天带来马个狗。
欧洲嘅海，欧洲嘅海。啊，金妍姐姐。绿茶腿。绿茶腿。参咪听不用系廿麦克风呢吼。绿茶腿。绿茶腿。譬如咧。甘寒做的。甘寒做的，应该唔要输记啦吼。唔对。唔对啊，按叫我唱啊，应该接唱啊。哦。好，安尼弹起三个精彩表演来。路插條，空空嘅月台無半山，夢想間會有奈병差，如何在你轉眼中行，還記得給兩時。春花公開嘅夜真夜，兩沙大樹已有玉片，眼睛金色淚金連線，白兩茶。澳洲嘅海依舊無影蹤來，航渡新嘅時代。澳洲嘅海點進地表高大，上頭未去頭擺，頭擺。中年航過天順路，頭擺中年開過太沙谷，頭擺無人記得嘅頭擺，一步一步經行經出。山南開咧，無嫌了風衝南，下阮來嘅海，太陽落南好山那流。
是讲希望这连连跳也不飞，像安尼经过安动言。我看门前几条大树也已经风天亮，看到连连微山茫茫路上偏途，笑眯眯给你安路线。像一个困真实给你刚也含黑做的，小风扬言来四个头无天空的，细雨飘来来打落雪空心中，一夜梦花啦啦啦太落下来，花啦啦啦啦都每天刚做的出天爱，出天爱心路一片沧桑。就算讲希望这连连跳也不飞，就安尼经过安动言。我看门前几条大树也已经风天亮，看到连连微山茫茫路上偏途，笑眯眯给你安路线，像一个困真实给你刚也含黑做的，小风扬言来四个头无天空的，细雨飘天来打落雪空心中，一夜梦花啦啦啦太落下来，花啦啦啦啦都每天刚做的出天爱，出天爱心路一片沧桑。离乡流浪从路有一夜，将来不是一梦，几条路，航勇梦里的眼光，都在每天梦，你是亚上都牵挂，从不卡给路坚壮。小风扬言来四个头无天空的，细雨飘天来打落雪空心中，一夜梦花啦啦啦太落下来，花啦啦啦啦都每天刚做的出天爱，出天爱心路一片沧桑，刚做的出天爱，出天爱心路一片沧桑。好，哎呀，屁以后哈，哇，安尼屁讲中国的唱现场呢，公都也不用魔王 CD 站中呢，间来来来。哦，好，哎呀没有落差，好像没有落差放 CD 对对一样。谢谢谢谢。加起条歌的廿个歌啊，爱做给词，你做一次。啊，曲给买一下。一位许明杰老师，哦，徐明杰老师啊，你认识？当然认识，他帮我制作过2张专辑。对呀，我这一次专辑里面他有帮我写了制作了3首歌。哦，真的哦，那好荣幸哦。真的，他好意外。很厉害，很厉害。哦，来3位创的嘞哈，来谈一下罗国立老师。罗国立老师来。好，先讲魔王哈，今日谈到譬喻中国的哈，从那个白色的约定到今日耶稣干蛮做的，我谈到那个歌上慎重嘞，我也谈到下个月讲的慎重嘞，今日前的都做魔王当之无愧，希望更加加油，我更期待你明年的新专辑出来，好，加油。好，来讲一个今日参赛者，先讲金明姐姐哈，金明姐姐先唱，金姐姐基本上一个声音非常有一个个人的特色，很浓厚的磁性在里面。
你去到舞台当中穿过各种风度翩翩，各种气质散发出来的哈，这让人舍不得把眼光从你的身上移开。也是你个人最大的魅力及特色。我想要鼓励你一件事情，是讲不管今年哪个成绩分数样板，我希望有机会祝老年的好的神团、好的戏剧，在一个世界上任何一个舞台上面继续创下个国的本源堂，好吗？谢谢。好，也是你上年的特色，磁性非常有磁性。再来我还讲新语。你两个特色在另外一个方向，把躺人双国，我总觉得好像躺在一个很舒服的羽绒枕头上面。两个上同样，听你的声音很舒服，你的声音会衬托人体，让人整个放轻松，那种感觉哈，很温暖。你两个嗓音特色跟金云姐姐是完全不一样方向的。嘎斯讲，今天真的你们两个要比好坏的话，金云姐姐有一点点的开始愧疚讲，你在每一句的美音处理方面莫按优秀。你今天唱这首歌，你每一个尾音都是哆哆哆哆哆哆哆，然后那个声音一到尾音，千黑杂丝，声音都通通把我的鼻子出来了。前面每个字都很好哦，哈，都不会在鼻子哦，一到尾音一抖，就从这边出来了。这个处理上面，每一句你都是这样唱，堂给我们那一块。哎呀梦啊，眼睛发梦呀咋，青春动你啊怎么办？新鱼在这个部分就比较好一点，它是在尾音处理上面就开 U， 虽然说也是有怪经验的空间，但是我刚刚讲嘛，正经要比的话，一点可能金英姐姐你们多多去注意下迷音的一个处理哈。谢谢谢谢，做呢，加油加油！谢谢老师。好，谢谢。哎，唐伯哥你先生你讲的，你种一明显用。啊？我看分数了。好了，先来看一下。你今日的分数？60分当过分呢，不过分啊！哎呀，所以谢谢谢谢。跟其他新人看法都冇共样哈。哎呀，林心怡的分数呢，来看一下哈。林心怡的分数。我先来看一下，是，看一下那魔王哎呀，小屁，魔王分数唔对我比较大嘛，哎呀，应该唔会啦哈，不会吧？不知道哎，不知道，那可以啊，小屁也分数。哇，你的魔王全部懂厉害。对。所以岳老师，你跟他大风比例是不可能嘛？是因为看她漂亮，还是看她？就觉得没有。年纪还小。我一直觉得，跟你讲过说，听到她的声音的时候，就本来有一种回想到第一次帮姜卫制作写歌的时候的那个感觉。哦。就是我觉得，呀，粉珠是一种鼓励。希望佢就变成将来我们客家的姜惠。哎呦，所以他有那个特质啦，因为那种直觉，做制作人的直觉就是，哎，听起来就是那种感觉了哈。那哎，干过这种，那个刚刚罗老师有讲嘛，他给人感觉很舒适啊什么的。以外，还有一点就是他的专注度。从我刚刚像这首歌，我要请给问题，就很难。当然，现场唱歌一定有一些小的问题，可是那些小瑕疵都是他自己在专注的过程当中那是没有办法克制的。所以对于来讲，今天就一个现场演唱歌手来讲的话，他第一个选的歌好，第二个歌你觉得表现跟他，我觉得是一种满分的，能够掌控全局的方式。不过韩白就马家狗很低啊，对不对？那你看你自己怎么去挑，怎么去控制它。好不好？谢谢老师。好，是这样，哎呦，所有的恭喜啊，那个哈心怡哈，客家界的二姐啊，哎呦，希望哈，有一天能够看到你出唱片，好不好？哦，今年自己拍摄哦，哎呀，实拍哈，投胎啊，韩白有几笔再过来。好，谢谢老师。佩如，恭喜你的专辑，好不好？谢谢。好，赶快出来，好不好？再来的节目做宣传，好，好不好？哎，谢谢三位，谢谢三位。今日来到这节目，先生讲的志同，
我有堂落去，我下年呢，我要继续下去创个7个喜欢的客家歌的，按子说。流行歌曲主要比赛的哈，出来了哟，今天真的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圆满。系啊，好，安尼先来多谢安尼 CBA 新歌的评论，辛苦先生，谢谢。哎呀，比赛来看传统组的比赛的。啊，你流行歌曲组比赛都看传统组的，传统组上头有魔王，哎呀，强样哦，魔王要当强哦，好哟，但是比赛之前其实评审欣赏的，系先分享 TV 欣赏，李曲豪欣赏，陆毅欣赏，梁风头欣赏，杨宇欣赏，好嘞，有请第一组，欢迎呢，车前孙何春吉，来到舞台当中。哎，两位好哈，哎呀。其实有两位嘛算魔王诶。没魔王，没懂会唱啊，哎呀。哎呀，高数诶。两位今日出道哈，强下来比，但是也得要提那魔王来比，买了他不要注意下。好，春吉记。欢迎。电本啊，那摄影机亮赏设计师，设计师，亮赏设计师。3个月又可以出设计师哦。安尼一天要做衫裤诶。伊会唱歌，伊会做衫裤。哎呀，安尼个上嘢，有可能来过安尼节目参加比赛过，分数当好。咁我先弹看声音，看记得冇？你唱下魔王来出声啊咧。老麦秋站来呀，天是爱台南。多大些慢人，唱起出来嘛？唱出来。好 ，Open door。有唱魔王。哇，欢迎亮赏设计师，一些大大小小的歌唱比赛拢冠军呢。哇，全部拢冠军的啦！魔王就是魔王，上任如流，好，那个杂歌歌手，你改了整体改了感情的投入表演。爱有美梦过了。多大些慢人，唱起出来嘛？唱出来。好 ，Open door。有唱魔王。哇，欢迎亮赏设计师陈秀梅。哎呀，今日来做魔王哦，你等于是才叫呀，注意的哦。然后呢，大擂腿第7季的传统组的亚军呢。所以今天抢到亚军的中，还有地方性的一些大大小小的歌唱比赛，拢冠军呢。哇，全部拢冠军的啦！啊，看到上个人啊，天都查看是，哎呦，吓死人哦！北京鸟巢。干嘛？去演出哎，没比赛哎。对。无啦，去唱歌的啦。还有梅州哈。有。哇！你之前注意参加呀？你参加那节目以后，怎有一得机会？去参加节目以后。系啊。迄代表乜个单位去参加？嗰下是康雷歌神嘛，伊突外条去啊。哦。好。迄个北京鸟巢。系啊。按注唱客家歌哦。嘿，嗰董盛大哦。哇！迄一部分的客家表演吓。嘿。哦。好，安尼今日。既然来到也团结来强下来比吼，然后分数等下要周算啦吼。要强冇？吓，我强冇？冇哟。冇哟。系啊，冇肯咩会强啊？跟人唱乜歌？嚟唱一首客家嘅小跳，杜马跳。杜马跳。杜马跳。也算寡语嘅跳嘅啦。寡语嘅跳。杜马跳啊。好嘞。嚟今日唱嚟首係謠兒歌。謠兒歌咩小跳歌曲啊？跳唱山歌子。山歌子，安尼唱山味精彩嘅歌曲嘞。
原谅不那多啊，好风哦讲那。红发留意那年哦，可以留白那，可以出就跑发那，满山哦雄哦。山歌爱总是哦啊哦，秋开山啊哦水嘞，莫讲半夜子来吊灯哦，爱子也没该归来嘞，爱该爱忙来哟。心讲爱要该叫快乐，我做唔好事哦啊哦，空心多啊哦水嘞。从出山不是一心强哦，爱子也没该归来嘞，爱该爱忙来哟，心讲爱哟，该叫快乐。张阿爷你来呀，来说花开呀，旧年过了啊，新那年来。风采我面送啊
一冲出来就低嘞。但是海军啊，是刚有谈到那个车身上哈，哎呀，中间一种在歇困哈，哎呀，在休息，冇上冲，哎，上思情，那个年，啊，上转法连哦，春基机讲上转法连，可能是没有熟了，没熟，门没有锁，没有熟，紧张了，可能也是自己不太熟悉了，对了，没关系，这个比赛就是这样子哈，哎呀，哦，我们要有运动家的精神，好不好？那2位觉得我们魔王从头样板？懂好，赞，哎呀，按知道嘞。台风当好啊，因为没有好嘅嘢，我嚟游下去。做伢你也示范用人家一点目标啦哈。都带超多好不哈？来参考一下那个评审现场。好，我让李秋海老师。哎呀，緊張哦！因為魔王嚟踢棍，所以呢2位參賽者心情壓力比較有較大啦，哦。不像是講你比賽嘛，是要分高低啦，哈。比賽是唔好緊張嘛，平常心就好了嘛。啊，今日呢呢車前孫先生，不然照你講吼，好多人落創了客家歌曲，是真難得啦，哈。家下因為多聽一段的時候，一下你的歌詞是冇上到，啊是歸屬聽一見歸屬是冇創到嚟哈，請打賞，所以唔怕後面還有機會。好，只要你按嘅成績嚟講，你下回會更加創更加嘅好，哦，所以下回再嚟挑戰啦，哈。啊，至於咧，你何春琪小姐，你乜個你首歌曲嗬，你首歌曲親手彈人創啦，啊，唔來創，唔過基本意思本意就建議下回嘅感情，能夠再更加投入到位，創呢種嘅歌曲嗬，感情嘅詮釋啊，還有。我做唔好事哦啊，可心多哦衰嘞。這一點魔王嚟㗎，魔王嘛，看到就定人講啊，哦，亮閃閃啊，衫褲要乜一家做個皮包啊，做個係咩金剛槍啫，哦，去擦鼻坤嗬。擦鼻粉，人工尖尖骨，哦，去擦鼻粉啦，哈。係咪即個做呢？係啊，有呀。馬設計師哦。然後呢，今日揾粉紅色往外啊，哈。對哈。芭比，因為那講話磨衫褲咪是拿馬嚟的做。冇啦，今日嗰種芭比娃娃。什麼啦哈？好嘞，你啊魔王，你啊首歌曲，今日啊秋梅唱了，你不差表現非常好。沈某先生，都魔王他多，老師都這樣子，好激勵性鼓勵人，再來係啊。羅英老師。好啊，今晡日咧比賽哈，真緊當緊張。首先來講咧，請慶順提講哈，慶順大哥你的三鴿子哈，我記得上班我去到你也拗死哈，冇按到不愛去到哈好哈，所以我給你的分數沒有很好。但是這一次呢，你光唱第一句的時候，我就覺得你的聲音跟各方面的表現是我喜歡的那種。因為男生唱山歌其實有一個比較吃虧的地方，就是常常就是太強了，或者是整個讓人家覺得那個氣勢太多，可是你卻有唱出一種很溫順的感覺，所以那個聲音聽起來是舒服的，我是喜歡的。結果很可惜哈，就是第二句忘詞了。但是我覺得你是非常有潛力的哦哈，所以我覺得還是可以繼續加油，我覺得還是很有機會。啊，這個來講你係好春氣，太姐哈，你從誒你係繞日歌跳哈，其實我去到貴屬歌曲彈起來非常嘅完整，每一首係呢。既然是搖兒歌調吼，從本應水木嘅，最每一句我去到呢個你係數音強強咧，係講做啲真軟調吼，和彈起來係溫柔調吼，啱聲音係水嘅啲吼，貴屬歌曲彈起來就係就感情啦吼，你就我本應嘅建議。再個咧講你係魔王哦，魔王就是魔王，上任如龍吼，和個雜個加上呢個你係整體嘅你係感情的投入表現。咁講我愛上可能係流量多少人。係會緊張，因為我去到應該，我就看剛才我輩嘅表現哈，真的讓人家覺得這個就是山歌的高手哈，所以唔過呢，我去到基本還係表現到當好咧哈，所以我本以後嘅評價，是冇你，是冇先生。好，咁你就嚟看分數咯。來，先來看車前順嘅分數。
你哈，哎呀，84分的呢。也是今日听不用迄歌词的，咁我冲得懂好啦，状况很好。哎呀哎呀，好，按你来看另外一边。何春琪的分数。哦，分数高呢，94分，哈哈。魔王，他就看魔王了。陈秋梅的分数。95分啊！不愧是魔王，真的呀！尤其魔王又是哈这个服装设计师们哈。哇，时装的。时装的。嗯。哦，那你时装你怎么？时装老给传统服饰。哦。哎呦，双拼啊！关于有时间有机会发展海军设计啊的哦。哦，麻烦老师啊。好。阿双来开休息哈。好。恭喜啊哈！恭喜春琪姐哈！继续加油哈！继续加油。可能是太紧张的关系，而且很多事情，然后造成我的紧张。一方面可能也是我不熟，所以我失败了。我会继续加油。要主任满意呢？陈淑子永归兰，欢迎来到舞台当中。来，欢迎。要用寂寞有冇？两位都暗讲啊！哎呀，动高贵啊！哎呀啊，两位有暗会唱哦。有唱吗？有，给他讲啦，很讲啦。啊，客气啦哈。这只厝还妹妹厝。哎呀，妹妹厝，好妹妹厝。慢点较大。哦，那大啊。哦，啊，还有部咩讲从流行歌曲做还有还有部魔王有10个位，看得出到哪位来。好难叫哈，好嘞。梗有10個位冇咯，冇黑叫掉去啥做得咧？美聲女王，誒萬人呢？美聲女王，所以唱歌安尼嘛。哦，唱安尼 popular 係啊。係輸啊！三個了。對。來，你唱魔王的吹下嗓哦。一鳴驚人。一盤瓜子。三十双，是哎呀，所以唱声乐嗰種唱法，所以真的是美声女王，美女生王。哦，按你看一下魔王到底是誰？有請魔王 ，Open Door。哇，怎樣？唱叫魔唱過嘅。唔唱叫魔唱，迄年唔係本人唱嘅。拜答辯比賽啊，吼，拢比你鬧的啊！你拜拿到冠軍啦，跟你提名衝槍槍，跟你獎金攏衝槍槍。路卡擺了將近有500座的獎杯，特別去唱啊，去學習比下，都唔多，我都拿到。我面唱那。魔王到底是谁？有请魔王 Open Door。哇，分享廖群玲，嗨，美声女王，大家好。今天在走魔王，是阿曼尼会当来走魔王，你得有 P 而用还很的哦。哎，所以唔知人家唱歌个橙色、黄色等特别有毛毛共样哦。哎，唱叫魔唱过诶，哎，真的啊，来，因为吼，丰功伟，哎，用嚟講，唱叫魔唱過人點哦？唔係唔唱叫魔唱，迄年唔係本人唱嘅。你拜答辯比賽啊，吼，攏比人鬧嘅啊。啊，比人鬧。係啊，人當喜啊。你拜拿到冠軍啦，跟你提名衝槍槍，跟你獎金攏衝槍槍。豐功偉業等他個報過啊，真的，田純義的小調組老山歌組，哇！冠軍雙冠哦，有冇桃園縣總統杯老山歌嘛提名？哎呦，路卡擺了將近有500座的啊，沒有啊，快猜啊，300座獎杯，300座獎杯。對，那你跟人路卡怎麼猜哦？你路卡是賣獎杯的呀。
因为俺好唱歌比较喜欢跟自己挑战。是。嗰时候特别去唱啊，去学习一下。都我都拿到。哎，学习呢？其实安尼秋玲姐姐哦，也是桃李满天下。搞动作学生诶。周信长哦。之前要带动作学生诶，就安尼节目当中比赛。是。哎呀，非常感谢按吼，比到客家文化也按推崇。哎呀，两位对秋玲先生有乜个印象嘛？唱会唱，唱得看到。歌佢唱歌啊？有。去攞杯歌唱比賽看過。有喎。佢唱會唱。係咩？捱下唔啲，因為捱去年真學，捱好多年捱唔啲嘛，解學咯客家山歌。啊，对，佢好多年可以看唔熟悉。所以兩位之前啲歌唱比賽有讀過嘛？冇讀過啦，嗬，冇讀過。要孫前輩了啦，學姐。冇讀過，今日就讀一讀昆老師。哦，哎呀。好，貴人節今日唱乜嘅歌？今日唱平板。哦，安尼呢？山歌子。哦，山歌子。魔王。我唱老山歌。好，嚟彈3米後堂嘅歌曲嚟。
木相思妇，莫名长难。乃虽师傅，就莫有同难。裁缝师傅，莫三装难。钢铁阿哥，就空蜜蜂难。哇，那3位的分数哦，难评哦。上脑筋哦。哎呀，讲真的，那10分P4安尼输成绩啊，哎。你来讲。唔要客家人、好多人做客家歌诶，还唱到暗有弥陀的呢。哎，那方面不得了。谢谢。那你马上讲，还有一种语言的天分呢。系啊。魔王哦。系啊，安那个。归兰记。归兰记咪暗去唱。哎呀，你又爱戏着。哦。啊，魔王讲真的，之前的唐永聪吞下他这种真的周行长以后哦，哇不得了，就是炉火纯青呐。伊带下按大学生的教，所以要一直进修，一直进修，都紧。所以按来谈一下那个梁芬婆老师。来嘞。谈了三位唱了以后吼，就感覺到心情咧講吼，感覺相當舒暢，讓喺講演感覺係咁樣啦吼。喺3位編劇嘅表現咧講話咧，從咧唱歌嘅技巧方面哈，特色也要捉到嘅唱歌嘅技巧哈。但是我首先我先講咧，親屬進小子哈，伊雖然唔係客家人哈，但是我認為講唔係客家人嚟講吼。並不是太重要啦哈，你講當認真咧學咧山歌咧講咗用主語嘅嘛哈，咁你唱嘅最大嘅弱點係樣板嘅錯誤在哪裡？你知道嗎？你嘅 key 太高了啦。你嘅 key 調高咧 ，key 太高的時候，就好像那個鋼絲，你把它弄得很緊，叮，它震不起來啊。一樣的道理嘛哈，所以你一直想要去發揮顫音那些，你都發揮不起來了。點秋了嘿呀，牽着了你呐。這點是你比較吃虧的一點哈。那再來我講楊桂蘭哈，你在貴州歌嚟講啊，你從當平順哈，就冇講貼嘅講咩講當好，但是當流暢度當好。平板山歌唱起來，俾人感覺到彈個當順利，啱就出嚟啦，嗬。上嚟講，你廖秋蓮哈，我哋冇話冇強壯超嘅，冇強壯嗬。呢唱係貴州嘅山歌嘅老山歌，感覺起來彈起來潮州嘅老山歌嘅味道嗬。尤其你最美嘅嘅，比如說鋼鐵阿哥哦。對了，你阿哥就教佢到 O 啦，跟住彈得非常非常很順哈。鋼鐵阿哥，就空蜜蜂難。所以
难怪吼，你系身经百战吼，达上为所你那冠军，莫怪哈。希望大家哈。唔识哦。再来谈一下张老师，张宇玉老师。好的。我嘅看法咧，三沙又係非常嘅值得安尼去欣賞嘅。第一位嘅三個字，其實呢唱到嘅風格哈，也是很相當不錯。雖然嘅上一個又好聽跳又好高啲啦。哈，但是呢，佢唱到挺有味頭。第一位嘅桂蘭小姐哈，佢嘅表現呢可以講很委婉，都表現嘅偏板跳哈，當有味頭。雖然講上也美，非常嘅這個十全十美，可是呢又上又輕，安尼是當欣賞呢。廖秋玲當然啦，佢係一位非常嘅優秀嘅歌手哈。我對佢知道佢係都大家很欣賞他。佢上任呢也請這個動人進去做走動到上任會方面嘅一種這個追求嘅人。那對了歌詞我知道，可能佢根本係唔係發揮了首歌詞，可能會更加哈那好。我認為講，因為了是佢四符法木上四符冇面倉，奶水四符冇肉湯，還個彩風四符冇三咗。鋼天阿個冇蜜蜂哈，那係講了呢這個典故，NED 嘅四符法，但是了四句啦湊成一起的時候，對了一首歌詞嘅起承轉合來講，其實冇很理想嘞，所以對你行腔作調並沒有動容易誒，所以我們談到夜後上任，也談到了首歌詞，其實係冇按好發揮嘅，希望你。好，謝謝啊，嘿嘿，按你這來看分數啦，哈。來看陳淑子的分數。90分，高分哦。你做對啦，90分，嘿，88分通過嘅，好，謝謝。但是還要看那個桂蘭姐哈，來用桂蘭的分數。10分過，謝謝老師。93。我魔王嘅分數比桂蘭姐行較大喎。冇可，要快講哦。係啦，可以哈，魔王呢度分嚟。廖秋玲嘅分數。不愧是魔王啊！哈，哎呀 ，hold 住了。是，哎呀，希望在這個我們多聽我們節目哈。哎呀，多帶就會讓人家嘅學生啊，對不對？比賽，好嘛，多介紹。他們都很喜歡。謝謝。好。哎呀，這麼好的節目，對，這麼親切的主持人，當然啊，這麼專業的老師，對呀，這麼孔鏘的樂隊。小康老師專業高水準的樂隊。是啊，是。對。鏘。恭喜啦，恭喜哈！係啊，哦，安尼，還是喊100再過來啦哈。沒關係，隨緣。今天魔王的 PK 賽我失敗了，原因是評審老師說我的 key 定得太高了，所以回去要好好檢討一下，改進。如果有機會，我一定再回來。安尼電視機嘅朋友哈，好唱歌嘅哈，加到報名。報名專線0919388398，還有傳真電話0227778231。係，等下就報名哈，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因為呢，我們多謝辛苦嘅評審，謝謝。謝謝小康老師。謝謝。好，同時大家忘唔記得下禮拜9日時間嘅時間呢，鬧熱下禮拜，鬧熱中下禮，各位拜拜。